各位好，今日為大家帶嚟本周建造業職安健重要新聞快報。首先，最受關注嘅係2026年3月19號，葵涌大窩口道一個房委會公屋地盤發生極為嚴重嘅致命工業意外。一部塔式起重機嘅吊運金屬構築物期間，突然由大約40層樓高位置截斷倒塌，吊臂壓向附近山坡，部分構件更加飛出馬路。62歲嘅起重機操作員連同駕駛艙一齊由高處墮下，救援人員到場之後證實咗當場死亡。呢宗事故畫面非常震撼，社交平台流傳嘅片段見到天秤喺半空折開，化成多節墮地，引起全城關注。雖然詳細成因仲要調查，不過外界已經關注會唔會涉及金屬疲勞、結構設計、安裝同保養維修等高危因素。喺執法方面，勞工處已經即時向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，停止地盤所有塔式起重機吊運工序，直到承建商做足風險控制措施，並且得到當局滿意為止。勞福局局長亦都講明，如果最後證實有人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相關法例，當局一定會提出檢控，追究刑事責任。發展局方面就暫停涉事承建商嘅政府公務工程嘅投標資格。業界角度嚟講，今次屬於非常嚴重嘅警號，足以對整個吊運安全管理制度帶嚟深遠影響。第二部分，講講行業近期一項重要嘅政策新動向。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多個業界團體喺3月下旬簽署2026建造業效率提升約章，其中一個關鍵方向就係安全至上同全面地盤禁煙。未來建築地盤有機會被正式列作法定禁煙區，工友喺地盤內吸煙，除咗要面對定額罰款之外，承建商一旦被揭發長期管理不善，亦可能喺職安健法例底下承擔法律風險。對於我哋前線安全人員嚟講，宜早不宜遲，要開始理清楚點樣規劃指定吸煙區以外嘅禁煙安排，點樣做宣傳教育，同點樣喺巡查記錄入邊做好跟進。第三部分，佢一啲整體意外趨勢。近年致命工業意外數字持續高企，去年全年死亡個案比之前一年有明顯升幅。踏入2026年，地盤高處墮下、吊運設備意外仍然冇見不鮮。勞工處已經就高風險工序展開特別執法行動，包括突擊巡查、檢視起重機同吊具嘅檢驗記錄，亦會利用航拍技術喺高空監察工地實際操作情況。作為安全主任或者安全督導員，我哋喺日常工作入邊必須提醒自己，風險評估唔可以只停留喺紙面班前會講嘅安全指示，要真真正正落到實際工序。尤其係牽涉塔式起重機、高處工作、起重吊運、臨時構築物呢啲高風險範疇，更加要確保有完善工作許可證制度、上鎖掛牌程序同埋有效嘅監督人手。總結今日內容，葵涌地盤天秤倒塌致命事故，反映出起重機結構安全同日常維修保養，一旦有任何疏忽，後果可以係一個人嘅性命，甚至係成個地盤嘅安全聲譽。加上地盤禁煙同加強執法嘅新形勢，證明香港建造業正面對越來越高嘅安全要求。希望今日呢幾單新聞可以提醒大家，唔好只係當事故係新聞頭條，而係要反思自己工地有冇同樣風險，今日可以即刻改進佢哋嘅。工友生命只有一條，開工安全先至可以收工平安返到屋企。多謝收睇，關注安全主任講你知，下次見。